总统赖清德今日早起呢是甲卫福部长赵总良做伙参加台湾医学周。赖清德宣布讲每年这个健保的总额超过1兆是历来上介济，也这条钱会用来提升医疗品质、稳定医疗能力，让这个给付的制度愈有春秋。也赵总良表示讲，伊会收集意见，继续推动健保的改革。对于一个大家庭心情真轻松，总统赖清德特别参加台湾医学周，致辞感谢全台医疗人员守护个人健康，也讲到家己为做立法会行政院长、副总统，一路以来拢正关心医界。在做总统了后，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宣布政府连2年采取高推高，每年健保总额会超过1兆，是历史新高。这是秉持足够的目的我们是希望让这个施聪源部长能够去进行我们这个医疗给付，能够更有弹性。健保的总额增加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不同工可以不同酬。赖总统强调，这个经费用在提高医疗品质、稳定医疗人力，和给付制度更较有春秋。另外，陪伴参加的卫福部长赵总良最近加入健保补偿保费改革程序，这是新制打动了后2人第一摆共台。赖清德无讲到健保改革，暗过强调透过提高健保总额，让医界有更较侪发挥空间。医界是公开的听赵总良。那我们施聪良部长健保改革一定要成功。这么专业的医师总统，其实卫福部部长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因为总统对于整个医疗的掌握的情形，那么非常的清楚，那么也很明确的指示了该走的方向。赵总良表示，未来45年，咱的工作人口会减少970万人。对于健保财务一定造成冲击，健保是个人上大资产，一定袂倒。不过要继续改革，会收纳更较侪意见，提到民意支持，推动健保改革。记者综合报道。